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黄金，最近是真抢市，嘛，互金仔的价销愈飙愈悬，一度徛起哩美金每盎司1981块，国外银行甚至来估计讲，可能会起破到美金2000块。华视记者实际到金仔店来了解到金仔的起草，头家讲，随着金仔的价销愈扭愈悬，交易嘛变甲真烧热。 这几天摕金仔要来卖的人加真多，另外一方面嘛惊这个金仔价起上多，所以嘛袂少人提前来注文订婚的手指甲破链。今年的年车一套15万，过半年到即阵，一套已经起到18万了。 黄金闪闪烁烁，这边一堆，迄边搁一堆，这拢是人客摕来卖。来卖的客人的重量上会比较多。介绍好摕来卖，啊若想要买嘛要趁早，因为像这组婚宴的套组，重量2两半，而且介绍金仔价伫每盎司1600块美金的时是15万，到7月份足足起3万块。预测到说黄金可能这会再往上走，赶快做一个下定的。 今年开始，每盎司1520块美金，到4月初3超过1600块美金，这3个月尔到1800块美金。有伫关心的拢知影，1900块美金来啊，昨每盎司冲过1981块美金。外资机构随银花旗拢讲，后半年有可能到2000块美金。 一般预期到了9月、10月之后呢，那么因为美国的选情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密集的发展，到时候对价格或许会有更大的一个影响。错过台积电，又搁错过黄金价销起价进程，爱好我想一下，那呢，这金仔就可能是你的。